再三提醒下，以下講嘅係後遺症，唔係病症，唔好搞錯啊！即係話你醫翻好都可能會發生嘅情況，而且呢係冇時間性嘅，有可能就咁就跟你一世噶啦。嗱，有機會有多重腦神經麻痹，引致無法吞咽同埋發聲啦；有肚屙、胃酸倒流、咳嗽、身體疼痛同埋發燒現象，更加有機會出現身體麻木病徵，仲有機會持續有低燒啦、頭痛啦、攰啦等等。而血管痛、氣促嘅症狀呢都會持續嘅，更加有研究話係會甩頭髮同埋長期嗅覺異常嘅。嗱，有好多人呢咪話自己後生做開運動，抵抗力好強，冇咩事嘅，咁就啱啦。以下呢一篇報道就係由幾位年輕嘅康復者講嘅。嗱，有一個呢喺感染病毒之前非常好動，仲成日去健身嘅。而家每日上樓梯嘅次數呢，唔可以超過5次。一位28歲嘅康復者，就連簡單揸下車都會覺得暈，要停埋一邊 call 白車。好返之後呢，都唔太敢去見人，怕自己會傳染人。有一位28歲唔食煙，1個星期3日運動，打開拳嘅朋友，而家做幾分鐘運動呢，就要靠吸入氣去恢復返正常嘅呼吸。連講個電話長啲呢都會喘氣。你可能又會話：喂，早死早超生啊！中咗招咪有抗體咯。嗱，有一位2次確診嘅29歲年輕人，第一次感染嘅時候已經導致肺葉塌陷，從此之後每日呢要瞓13個鐘頭先夠。嗱，跟住好返呢，以為自己有抗體啦，結果呢又再出現症狀，而家連摺衫都會喘氣。醫生話甚至會有第3次確診嘅可能。仲有一位確診者得24歲，確診之後身體機能只係剩翻75%，上條樓梯長少少都有問題。佢已經冇辦法回復翻以前嘅生活噶啦，包括翻學啦、翻工啦、健身同埋去酒吧等等。以上呢5個呢，並唔係一啲萬中無一嘅個別例子，而且全部都係啲20至30歲平時有做開運動嘅年輕人。有教授話呢啲重症比例係20%，即係每5個人就會有1個出現呢種嚴重情況。仲有啊，你記住上面呢啲係醫翻好嘅人，醫唔好嗰啲呢，就冇機會接受呢啲訪問噶啦。好啦，你可能會話疫苗都研究好啦，使乜驚啊？嗱，我就唔知道呢，我對疫苗嘅定義同你嘅定義係咪有出入？疫苗係用嚟打咗有抗體，令你少啲機會感染嘅藥物。但係確診嘅話呢，暫時就未見有一種特效藥一食就可以醫翻好噶啦。最重要嘅係，你以為你有疫苗呢張黃牌就大晒咩？唔知你又知唔知道疫苗喺開始嘅預計年產能只有6.1億劑，第2年先可以去到10億劑。嗱，我哋計下數啊，中國呢就有14億人，仲未計有疫苗有機會輸出外國，加上仲要係高風險嘅人員優先接種。請問一下，你覺得幾時先會打到你呢？如果你今日仲係覺得僥倖冇事，中咗先至算嘅話呢，咁唔該你聽多次上面嗰啲，就算醫翻好都可能會有嘅後遺症。如果你覺得你嘅家人、仔女、父母可以因為你同朋友食個飯、行個山、打個卡，而要同你一齊面對以上嘅風險嘅話呢，咁你去啦，我都只能夠祝你好運。記住啦，唔好乜嘢都賴政府，條命呢係你自己嘅。你有3寸不爛之舌啱晒都好啦，到時瞓喺張病床上面受嗰個都依然係你。健康呢，就唔係疫情期間去行山、影相、打卡就會有嘅，而友情呢，都唔會撐在疫情期間食少1餐半餐飯而消失。如果對方喺呢啲時候都咁堅持邀請你用生命去同佢食呢餐飯嘅話呢，咁你真係要諗下你呢一位朋友對你有幾好啦。正所謂留得青山在，哪怕冇柴燒呢。我諗你都唔想喺通返關嘅時候你冇能力出去玩噶，係咪？戴翻好個口罩，勤洗手或者用酒精搓手液消毒，唔好成日捽眼捽鼻，
最緊要嘅係為你同你屋企人着想，唔好四圍走啦。我今日要講嘅就係咁多啦。如果身邊仲係有啲好萌塞，講極都唔聽嘅人，不妨將呢條片分享俾佢啊！祝大家身體健康，抗疫成功，拜拜。